间，伫因的边境有即个蒲市，这个蒲市因为有即个兵马反乱，所以呢消灭了后，即个伪军就请孔子介绍一位学生来互伊做地官。那么孔子就是介绍即个子路。咱即马讲即个子路来治理即个蒲市的时阵呢，因为伊出于好心，摕家己的即个俸禄来补贴民工，受老师的委派，主公用极端的方式来制止子路。就是讲，子路伊来伫地方做官，为着要赶一寡水利工程，伊摕伊的薪水来补贴民工，再来互伊煮一寡点心好食。另外一方面，就是主公受着孔子的委派，叫伊爱去甲伊制止子路，叫伊袂使安尼做事，安尼的时阵。子路就十分生气，因老师甲伊讲你安尼做可能会创着一寡真大的危险。咱即马讲即个故事的开始，有一日，主公将即个子路师兄的即个大鼎甲伊敲倒，因伊伫遐咧煮饭互遐工人食。那么子路感觉着莫名其妙，即个好好的鼎是安怎甲弄倒去？子路就摕着一支木棍，去捉即个主公。主公是伫前面一边伫起，一边伫走，一边伫喘，嘛一边笑哈哈。袂输讲子路的鼎叫弄去伊还佫笑哈哈。那么子路一面对一面骂，主公呢毋敢甲即个功夫最厉害的师兄来过招，所以因将伊抛到老师的身躯边。即个主公伊就去避伫老师的身后。那么子路入来的时阵呢，去互老师甲伊挂掉了。伊讲恁两个是咧创啥物？伫即个大街上拍闹闹，成何体统？主公看到老师生气了，赶紧出来解释，讲我将师兄煮饭的大鼎甲伊弄倒去安尼，所以伊甲我捉。即个捧子老师听到即个主公咧讲述即个代志的时阵，煞笑笑。责骂即个主公讲我是要叫你去甲阻止尔我毋是叫你去甲车倒迄个饭鼎你安尼做有一点仔过分。子路听到老师讲安尼时，有一点仔糊涂啦，伊就起疑讲：老师是毋是你叫主公去甲我车倒鼎的，是毋是啊？因即个老师就甲讲，是阮对啦，但是我无叫伊把你弄倒来，伊就讲，老师你才会使安尼做一下，安尼太过分啦。老师就向子路讲你毋通急，你先坐落来听我先甲你学了你治理蒲市的正节，因为孔子伊要先讲责备的正节，就要先甲伊学了者，即个是老师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指出别人的错误以前呢，爱先甲伊肯定过去的成绩。那么伊的成绩就是，即个子路即个蒲市伫咧魏国的边境，伫遐发生过即个叛乱的代志。那么3年前，即个叛军互消灭了后，即个魏军就请孔子来推荐一个优秀的学生
来即个担任行政的长官，啊，老师就来推荐了主路上任。对于伫即个人生真乱、经济真差的地方，主路并无真大的信心。但是老师家己讲，讲你去先行仁义，再施教育。经过3年呢，这个埔市就变了真进步。前几日听讲主路补贴民间的代志，老师嘛真担忧。伫遮个时阵，就甲主管，甲主管一起去埔市，要去埔市甲伊巡视主路到底是伫伊遮的时阵心情毋知好毋好。那么况主交主路坐车来到这个埔市的边境的时阵老师就连看3处讹落3处就对啦。第一处是讲伊进入埔市的境内的时阵，老师就讲这个主路治理了真好，这个对埔市的这老百姓真有咧用心啦。即马到了这个店内，伊又搁甲讹落，讲真好真好，主路会当宽待人员，安尼真好。即马到了主路办公室的定义，伊又搁讲袂歹，主路明察善断。无见着到主路，老师就一路来讹落安尼的时阵，主管伫个身躯边听了真纳闷，就是讲老师看出主管面色有一点疑惑，伊就对主管讲咱当进入这个埔市的时阵，就看到这个这做事的园拢安尼长啊足水安尼，无啥物杂草，说明因对老百姓有来辅导因这农民去做事，而且领导拢真守信用，边界这老百姓拢真会当安心耕种，这就是第一讹落。即马到顶上的时阵，看到房屋高大树木茂盛，说明伊会当宽待人员，表示伊教化人民守法，互百姓袂起即个偷盗之心。即马第3项就是讲，到了主路办公室的定义，看到10分的安静，无人来告状，还是讲要求要处理纠纷的人，这说明主路处事真会当明察善断，所以老百姓拢袂来干扰，别人听清声拢无人来干扰安尼，表示讲伊治理了这地方真平静。这一个情节，伫这个主管陪老师的时阵，所听到老师的褒奖主路的话，当主路听到主管转述老师的话的时阵，主路欢喜甲伊将这个主管偏顶的代志就甲袂记一去安尼，问主管讲伊安尼替老师讲我这讹落话，敢是真正的？老师是真正安尼讲的。迄个时阵，老师就不失这个时机啦。当伊咧欢喜的时阵呢，伊就提出老师真正咧对伊讲的话，伊讲现在咱来谈谈你的补贴民工的事伊讲原来即马讲主讲，原来即个埔市即个地势高低，若到即个雨季的时阵，风水就泛滥。主管上任后，不忍百姓受着风水的侵蚀，开始大修排水管道。工程开始的时阵，算做真顺利，但是中途遇到一寡难关，就是讲有一寡大粒石头伫遐拍袂开，所以逐个足费力，佫足费事。看到即个雨季在要到，所以无赶紧完工入产。为了鼓励大家的士气，
亲自带头到工地，无分日夜伫遐咧做。主路看着民工实在是太辛苦，官府补贴工钱又无济，伊就用自己的薪水去买了一口大饼，又不时做一寡好食的这菜单来免费提供予这民工。安尼来的民工受到鼓励，每一个人都足拍拼，工程也进展迅速。照理讲，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孔子老师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路就不自问啊，讲我安尼做，敢有毋对？敢有条老师的强调仁义之道，敢有无合的所在？老师就来讲，你对待百姓迄份仁和之心，老师体会会到。但是你认为对的代志，老百姓欢喜的代志，并毋是奖官者就会欢喜哦。搞不好爱招来杀身之祸。主路讲老师，你太危言耸听啦！讲主老师就去来讲，奖官者最惊就是下面的人来背叛。奖官者的手下，这照片也真济，为着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伫国本的面前，来甲你密报你的行为，甲你加油添醋，讲你这个安尼做，就是买受人心，意图无反，安尼你敢讲会清？主路讲，我的心天日可表，国君怎样会轻信谣言呢？老师就来讲，你的心天日可表，但是别人的心呢？你会当肯定国君袂听奸臣的话吗？尤其土市这个所在属于边境过去有出过叛军的地方，当初魏军为了挑选这来的行政长官，会使讲非常的谨慎。这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国军的怀疑。老师的一番话，互主路陷入沉思。伊已经了解到做好事也有可能撞到人性的阴暗面，感觉做好事无一定有好报，所以做任何事都爱首先了解对方的心理，爱重视对方最在乎的是甚物物件，最忌讳的是甚物物件，你爱三手而好行，安尼才袂去有着危险。这一点，毋是讲普通人爱注意，在上位者，做官的需要爱警惕。谢谢，